另外，要来关心台北市公馆上款出名珍珠牛奶粉的老店单三顶，团工要收起来。这间排队出名的店大门的铁门已经2礼拜拢无开过，互一寡民众观光客来拢食无，搁在团工物件拢已经搬出去，按算伫要收起来的消息。到底原因是啥物？里长去交疑，讲可能和10月份互人发觉内底有加纸有关系。到底原因是啥？敢若店头家己知影。 知名的公馆高人气名店陈三鼎，目前呢已经把铁门拉下来，而根据了解，他们已经有2周时间都没有开门做生意。门口变做临时的停车区，机车停几排，这款的光景已经烧连续几个天啊，互想要食凉的民众白走一抓。连续2个礼拜六来都没开，应该是哦，不然礼拜六、礼拜天生意是最好的啊。 看卖广告顶个写礼拜休困，无其他的信息。不过这回亲像不是干那休困尔，是团工店要收掉啊。2个礼拜嘛。之前有干过吗？没有，比较保守，比较低调。クローズしたの？クローズ。便利小哥。真侪民众徛伫店门口，大家都唔敢相信，遮尔有名的店就安尼收掉，阁有人摕手机相机来翕相。过去拢排队排到落长，即马无咧营业，就变甲有小可稀微。他们这也是租的。 租的这一件好像分个2000还是3000，有听人家说好像它里面东西有些说好像有在搬。其实这间店的头家早期伫卖卤味，不过因为生意无好，才会改来卖粉圆，意外受到欢迎，不过争议嘛真多。2016年新鸿这期无开发票，2017年6月，佮互台北市卫生局公布，应用的奥药违法加防腐剂。今年10月，佮红标讲饮料内底有加纸，老店收掉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啥？大家嘛拢真好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